高美珍为着自家儿子答应交不子总裁，总裁了虚荣心得呆子满足之后呀，对真正开始不满意着，一开始说个再三模式带着花叉叉，为到屋里向发脾气打3人，真正足足挨着10年，终于下定决心上法庭打总裁离婚，导致永白离开制作家，开始自家的生活。想不到今朝出国留学的好朋友许淑慧从美国走来着，事情在机场去接力，那么事情到真正会得再见面呢？请欣赏平台伴生于第6集4到新生的第3位宋凤的世君，今朝抵达飞机上去这里的好朋友，也就是从美国回转来的许淑慧。两高头得知淑慧屋里大进神经一趟事故的房间，感慨肺气。17年份前子，今朝的两高头棒子同事还有讲不完的闲话。淑慧啊，世君，我们10几年没见了。对啊，你都发福了。那么岁数上去了，稍微长一眼还是正常的呀。哎，你结婚了吗？结了。那太太怎么没回来？离了。我的快了，还已经离脱个的啊？太太伊叫依林，是个华侨。屋里向事业做得非常好，还给钞票。那不是很好吗？跟我的脾气侬晓得的呀。男子汉大丈夫，不欢喜钻女方的光，但是没办法，依林非要嫁给我，伊就是欢喜我啊。既然好，为什么离婚呢？唉，随便啥侪蛮好，就是不肯养小人啊。一开始嘛，讲为了工作，后头嘛讲养小人影响身材，所以夫妻两个人为了搿桩事体一直吵，吵到后头感情也吵光了，实在过不下去，离了算了。原来是这样。哎，侬打菜子还好吧？有什么好不好的？柴米夫妻就这样。啊，那么侬现在做啥生活呢？原来是爸爸一定要让我继承他的事业，做生意。你知道我哪是这块料？现在爸爸不在了，那我呢，干回老本行。机械工程师，虽然钱不多，但是对路开心。搿对啊。做事体嘛，就是要做自家欢喜的。哎，世君啊，侬搭真正还有联系伐？出神经，顶破就提得真正，偏偏老朋友一般头就提起你。嗨，你提他干嘛？我侬伊3个人总归蹲了一道的，看到侬就想到真正，看到真正也想到侬。哎，伊现在过了好不啦？在上海从来没有见到过他。是伐？想必在常熟吧。伊哪能会得到常熟去的呢？咦，她嫁给了张雨清呀。啊？哦，真正嫁给张雨清啦？对呀。啥人对侬讲啊？啊？我记得清清爽爽。搿个辰光我将要出国，真正来寻我，一看面色就晓得刚刚大病初愈。那么要紧勿说问我，世君现在哪能？南京侬去过伐？搿我当然讲老实闲话了。我讲南京我刚刚去过，是去做伴郎的。世君搭彩子啊，结婚了。听到搿个消息侬没看到，真是老作孽的。面孔马上转色，眼泪水马上下来，闲话讲不出，就搿能介走来。所以我想侬一定是误会伊了。哎，世君这个当头一棒，什么呢？我冤枉是真正的，离婚交给张雨欣啊！心里想一急门口不择言，初慧啊，那你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？你害人啊你！
你哪能讲我害人呢？那不是害人呢？我不晓得你上次一场大毛病，我只晓得你个阿子要告诉给我听，是真正告不张玉清。我的啥？我偏偏脑子红白着告知啊，惠州南京搭彩芝结婚。我的啥啦？我万万分想的，你大病初愈，为得来寻我，打听我的消息。我啥啦？我偏偏已经结婚了，我哪对得起真正？我啥了？侬悟出来呀，侬啊？我不知道，我不知道，侬还要去唱歌去吗？侬不是我的意思，你应该要告诉我，你为什么瞒我了？搿么我倒要讲了，搿个辰光侬刚刚结婚，新婚燕尔，讲拨侬听搿个消息哪能啊？侬马上去搭彩子离婚啊？勿可能的呀！那么世君啊，我还要问侬唻，当初辰光侬为啥要紧勿杀，马上去搭彩子去结婚呢？我讲呀！世君恨不得空牢的往子墙头浪向上，我糊涂，我到底是知心朋友，莫逆之交。所谓非常理解世君的心情，李达真正搿桩事体啊，也一直记挂了心里。前两日天为单位搭子曾经一大工作过的厂里向问老同事，他上次真正的电话号头，打电话约真正今朝下半日4点钟到屋里，让李达世君排队。搿么所谓呢？等到李都一到了，寻子个交口出气着。一旦分开至14年的恋人啊，今朝重逢着。那么两高头办子团也会得轰轰烈烈，不会，毕竟过去至14年着。那么再说世君啊，你来日团不受一事，今朝的看见真正，心里想激动，但是一是激动，一是讲不出闲话，所以眼瞪瞪盯了你了浪看啊。那么真正呢，坐了沙发上。因为光线比较暗，只觉着外头进来一个人，面孔看不清楚。但是凭自家的直觉，只觉着进来搿个人一定是非常非常亲近的人。这口里一转一近，一转一近，转得近看得清，睁着两只眼睛对搿个人的面孔一看嘛。原来是分开至整整14年的新郎人沈世君啊！搿个14年当中，其实真正俯首之相让，两高头最相逢的情节，随便那份相差，竟然是了该打，竟然是了现在。心里想真是为叫飞江大海，一头皮的我只想打来讲。但是真正表面浪向看上去的是非常非常的平静。也许是14年来的磨难，让李啊何为是随便面对啥个事体，侪非常冷静，甚至有一点点的冷漠。沙发浪向立起来，世君，真正是侬来了。是。长远不见了。对。今天下班的早，所以想过来看看书会。正巧你也在。是啊，今朝所谓打电话来，是老朋友要碰碰头，我呢
屋里向有眼事体，所以稍微晚了一些。啊，稍微出去了啊。对。不过不要紧的，大家侪辣上海，要想见面，总还是有机会的。是，老朋友嘛，总要聚一聚的，是吗？对啊，一定的。真正思君啊，你先说。没啥，我屋里向还有眼事体，我先回去了。啊，那我也要走了，我送送你吧。好啊。两高头离开之所谓屋里，漫无目的的并肩而行，一句闲话侪没得。天慢慢就暗下来了，马路浪向灯火通明，不断看走过来一人一人荡出来这个香味，就想起来当初辣真正屋里向吃过子夜饭，两高头出来一条荡马路的情景。真正的看两旁边的梧桐树，就想着当初辣梧桐树底下带世君两高头依水而饮，世君对我海誓山盟，谁也踩烂我手，一辈子追下去，实追到地老天荒。现在真正看看梧桐树，再看看天，像地老天荒，看上去今生今世搭理，不适合一日个子。一路追一路追，经过一家三饭店，里向传出了一阵一阵菜味的香味，真正身体立定。世君也立定着，因为这个味道相当熟悉，而且个招牌非常巧，叫阿福菜饭店。就想起当初到真正两高头在厂里向的辰光，顶顶欢喜吃的就是菜饭，这饭店也就叫阿福菜饭店。当然不是眼前门前这个一般，但是看见个招牌相当的温馨。往这里边波浪向扎一把扎了嘛，真正走吃饭。阿福菜饭店，几乎熟悉个名字啊！像搿个辰光，我带世君经常辣阿福菜饭店里向去吃饭。三三个店面，里向有个转角，转角浪向有一张板桌，两只凳子。伊经常坐辣搿个两只位置浪向吃饭。现在根子里袋里向一口饭吃着，还是一个转角。转角浪向有一扇间，门里裂开了一口门，还是一张板桌，两只凳子。世君搭真正两高头，凳子浪向坐定。白糖进来点菜，加上世君点子两碗菜饭，一碗夹在黄豆汤。等到菜饭汤全部上来嘛，白糖出去，门里下来，加上两高头不约而同拿对方的手扎扎紧紧扎了。世君对真正鼻孔一口嘛，虽然清水小在，但是一双眼睛还是这样的清澈，看得的头发浪眼特人，一段正是一个头发浪向有几根非常细眼的白头发，世君一人心手眼里下来，真正的还是认认真真的辣辣看待世君。14年发现，才会长子弟子，不再是当初辰光的3千年，
还没把搿个辰光的白白引起着，像辰光过得真快，14年，真好像做着一场梦。思君，侬过得幸福伐？幸福？我和蔡子结婚，不是爱情，是门当户对、人地人渣、结婚生子、茶米夫妻。这个已经是我的生活，我的习惯。我从来分享过啥个爱情、幸福。哪讲法？不要说我了，你幸福吗？我也幸福。哎，真正想到今这一年，我个人大幸福，位于啥个大高？看你同亚伟答不出这个问题，对妹妹叫陈下来嘛？哎，夫妻当中看见的水浪向了一道非常深的伤痕了。珍珍，你手上的伤痕怎么回事？搿个一道伤痕，还是辣娇小屋里。我害怕喉咙间人讲侬个锯出去500人猜我，所以脑子灯子、靠山子、玻璃窗、不当心划伤手臂，鲜血直流，留下来个伤疤。真正几乎想面对世君侬14年来所受的委屈，全部一吐为快。但是从罗里一张，从罗里一句先讲狠，所以两只眼睛盯了只伤疤，一言不发。你不想心里想搞你急着。珍珍，和你分开以后，我知道自己错了。后头来我去寻过来，但你阿姐屋里向，你阿姐亲口当我讲，说你已经搭和张玉清结婚，而且你家里拿着红包上告子还拨我。我听见是心里向难过，拿着告子回走南京搭蔡姬结婚。该趟了，我听苏伟讲的，说你分搭张玉清结婚，而且你曾经来寻过我，打听我消息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明白着，真正听屋里陈阿姨番话，所有的一切侪明白着。虽是自家的亲生阿姐哈，侬我搭世君的来钱再多，搿头心思，侬本当属于我的幸福，白白的断送着。像我几乎年来，不是一日夜想讲拨你听吗？现在面对面说了啦，我啥地不讲呢？不过真正的，现在讲没讲，心里向是飞江大海，表面浪向仍然是非常的平静。搿个一天，红包的架子落到了厨子楼里。后来阿婆欣赏煤炉的废包子被伊发现了，就拿架子拾起来，我重新打好了。后来辣我最艰难的辰光，我竟然拿搿只架子送拨了阿宝。我求伊拨我一支笔，一张纸，一只信封，让我写一封信寄到南京，拨侬世君，让侬世君来救我。但是想不到，后来阿宝讲拨我听，说搿封信邮票都没贴，就丢进了邮筒，所以随便哪能是寄不出去的。我听到搿个消息真不想活了，还是阿宝从乡下里带来了侬写拨我的信。我看完信，晓得侬世君对我的一片真心。每当我过不下去的辰光，就会得去看搿封信，也就是搿个一封信陪伴了我14年，让我
有了活下去的信心。士兵晓得出大事体，但是真正碰上是啥个危险？连得写一封信，全不自愿，要我和红白的稿子作为贿赂。真正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？你说呀！搿个一天侬一走，门铃响了，原来是雨清哥哥。对，我回过来的辰光，看见张雨清立了洛阳门口。伊要结婚了，请我带侬去吃喜酒。被人家要结婚子送请帖的呀，我还要吃醋，唉，该死！后来门铃又响了，我以为是侬世君回来了，其实不是的，是姐姐屋里的车子来了。是姐姐毛病非常重，叫我马上过去看一看。当时辰光，我想都没想，就上车了。想不到我的噩梦也开始了。真正非常平静、非常平静的来了讲搿桩事体，讲得非常认真、非常清爽。但是好像来了讲一个遥远的故事，而且是别人家的故事。往事重叠，心不见，岁月匆匆失手尘。离月眸人故去，花风歇，蜡一鬓，不堪为谁举世心。发不了，lâu lâu扎鬓江路偏，扎在家中是一尽，深觉真正能是了生。发不了，我困之中，为判死，可防之爱生死决，你快快来呀！你快快临，在后之中听到了你的鼻咽声。
太脚不公平，狗妹子今日真走面。为了永不以为真，一生血斗下公定，一打两斗离离月后之中得终身，真正再不是绝真门真。真正，侬所有的事体，侪讲我。世君，我的故事已经结束了，我已经从故事里向走出来，再也不会得走进去了。我的噩梦结束了。世君，听我的这个一番话，真是为叫犯罪之心啊！想不到我最心爱的真正，来做个随口随难。而我做的啥事情？听之一面之言，惠州南京搭彩子结婚，我哪对不起真正？世君这样啊不了，红上的立起来嘛，对到真正身边，脑里弹一个，深深一吻，深深的。一个分代表了我的心，真正，不就是来侬世君轻轻一把，你几乎像辰光能够打乱，为达送人，让你与人终身就是世君。真正啊，世君，真是够厚道神。我知道，真正对我心愿。
恨，一人别离家与亲。我知道为我订婚嫁之时，天南地北两离分。我知道今世否有神就说，今与才子结了婚。那句小真真身在苦难里，巧水陪伴我身是君，此人此境我同称心。真正啊，都是你十余载，赵灵说回京城，身如浮容开机心，我是该让承得后悔生。真正啊，绝不伤你在日口，要追为我俩的好情恩情，我身是君，绝不离开你，姑妹。真世君非分激动，怕水一送回到位置的身体受定了，怕自家这皮包打开，拿着真上14年的红包子嘎子拿出来，当当心心忙正真正在头浪向搭上去。真正师君，你放心，我一定要补偿你，一定要让你幸福，一定要让你下半辈子快乐。你等着我的消息，我会把一切都安排好的。红白的嘎子打了这头浪向的感觉真好，真正好像回答之从前，让师君南京的屋里，杂志里一件咖啡颜色的绒线衫来了火炉旁边。师君对我海誓山盟，亲手为我打上子搿只家具。石上头里向听见扶梯浪向有声音，来个不是别人，是那个舅舅。舅舅认得李龙，李龙是我姐姐，姐姐是妇女，所以你的父亲是不可能答应你的亲事。真正不于是啪，眼睛张开，回答现实，回答之师君，搿张面孔了。师君，真正想想呢，搿个14年，我一直辣内疚，是我拿我搭侬爱情的见证红包的戒指送拨了人家。我一直辣想啊，搿只戒指现在辣啥地方？辣啥人的手浪？
想不到今朝侬拿伊送过来了，送到我的身边，重新回到了我的手上。我一定会得好好叫保护伊，让伊再也不离开我了。师君，谢谢侬。心跳是跳得来，开心。真正当相的一时一夜，可是你俩高头随和从属前有，永不分开。可师君啊，真是眼睛门前吹一幅画，画廊向我的真是两高头呀，花前月下，雨水并肩，抱对得了个都有美景。真正神谕顶辣子师君浪口，写得里对自家是一片真心，一片诚意。但是辣搿个辰光，连讲子一句自家再不愿意讲，但是不得不讲的老实闲。但是师君，真正我搭侬回不去了，再也回不去了。我搭侬再也回不去了。刚刚后山顶上现在在冰库里了，为什么？为什么？我会把一切都安排好的，你急什么？侬不可能安排好一切的，因为我搭侬侪不再年轻。不年轻难道就不能幸福吗？其实我也想得到我应该有的幸福，但是我不可能，我也做不到啊。我可以做到。侬不可能，侬做不到，我也同样做不到。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因为我有了儿子永宝。这个我知道，我会对他好的，你怕什么呢？但是我绝对不会带牢儿子带侬一道生活的。什么意思呢？师君啊，14年已经过去了，我不再是当初辰光的真正，侬也不是搿个辰光的师君。我有了儿子，侬有了家庭，有了妻子，有了儿子囡。难道侬为了搭我蹲了一道，外心上抛弃家庭，丢脱妻子，不管儿子囡，搭我蹲了一道吗？伊拉没错啊，为啥要让伊拉的家庭破产呢？师君，要是搿能个说，我搭侬两个人就算蹲了一道，侬觉着会得幸福伐？那个一番话，抵得师君心浪。对个，我现在不是一个人，我有家庭，我有妻子，我有一对儿女，我哪受得到他里都不错啊！师君，其实今朝老天安排我搭侬再相逢，已经是恩赐了。做人要知足啊！我我们再也回不去了。花开花落不胜忧，花开花落不胜忧。
白可与生情友，是真白，美人心头可观众朋友，平台本身有带精彩全部放结束，感谢大家3个多星期来的陪伴。